王草娘。蝶花大路直透行，行到小区好名声。小区又转上间厝，所甲共伊配亲情。小区一位王炮龙，香灯称伊大富翁，车头挂起烈士号，轻骑是画管两边。王炮本身绿草家，大兄王点文秀才。王炮生有弟儿子，小名叫做王草娘。头上梳起盘龙架，脚经画3寸长，玉包朱唇下流起，世界上无无对字。你是地房受尖子，名义孤枕独一眠。草娘年龄15岁，配去蔬菜结成亲。草娘年龄18岁，18青春未出门。再说下厝一顶高，王典做人是风骚，日日上厝来佚佗。看见草娘笑眯眯，明日时想爱问伊。顶高想了一个字，请看小妹做在呢。顶高伸手去摸伊，就看小妹掌惊疑。草娘被摸得一惊，看见顶高毋做声。顶高看见心欢喜，行到面前问起理。草娘共果说透机，日中共果说毋通，恐为厝内也有人。今暝行来也袂迟，送人断约3更时。爹娘困前无人疑，一件烦恼过袂来。要是爹娘也袂困，要是顶果久袂来。一更过了2更催，2更困前无人知。顶果来到门口埕，轻脚细手厝前行，听见乌狗吠几声。顶果一时大着惊，草娘听见乌狗吠，要是顶果厝前行，看见顶果入袂长，草娘起来开房门，顶果紧紧入门来，毋知小妹伫何处，毋知眠床伫何方，草娘下锅坐眠床，袂烫衣裳先烫裙，送人揽来笑眯眯。送人确是食药鱼，一个亲像鱼滴水，一个礼部战张飞。送人揽来毋放哩，确是鸳鸯做一池。偷来暗去乱纷纷，我担必定有一孙。顶果见势心惊疑，顶果新娘一个字。人说食药会打痧，药打食了又毋痧。草娘烦恼心惊疑，食药毋痧想一场。顶果看见无新娘，我厝爹娘都毋知，害儿生出这取材。